嘿，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可以说让这个金融消费者笑容还没有保持一天呢。截至收盘，沪指跌0.44%，深成指跌0.86%，创业板指数跌1.17%，也就是把昨天涨的都跌没了，把前天涨的也跌没了。关键是这个下跌可是放量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42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1300亿。大家可以看那个成交量就是它下跌的时候有量，带量下跌，涨的时候没有量这个就说明问题场内资金像惊弓之鸟，就随时要跑，脚底抹油看谁跑得快。那个股是跌多涨少全市场4000多只个股下跌只有1000多只股票上涨，那正好把昨天还有上周涨的都送回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这个走势呢？而且午后突然出现跳水，这个上午还在震荡下午一开盘这个 A 股就开始跳水，而且一度跌幅达到了1%，这明显是跳水走势而且不光是 A 股港股也在跳水，全球其他市场也在跳水而且其他的品种。所以有小道消息就传言是不是跟在伦敦的谈判有关系传出了不利的消息等等，当然最终是什么咱也不知道。后来在这个银行板块的努力之下，局面得到了控制指数稳住了。美国的股指期货从日内高点回落，日本股市尾盘上演同样一幕，也就是下跌也就是这个伦敦的会谈牵动着资本市场的心但是我觉得胡适还有自身的原因，就是胡适到了这个点位3400点，压力非常大。可以这么说吧，目前这个点位往上涨没有理由，很难，但不能说不可能。往下跌呢是有这个动力，但是也很难，因为有人不让它跌，对吧？有只手在操控。银行股、券商、什么保险板块，它就是干这事的。所以上也难，下也难，难受的就是这些金融消费者，一遍一遍的在坐电梯。昨天那个半夏投资的李贝他自己发文说我错过小微盘、新消费、科技和创新药，但依然坚持自己的框架体系。半夏投资李贝最新发文称，关于我错过了什么和做错了什么，表面上做一下归因分析，对比大类资产持仓和表现，答案很简单，我错过了小微盘，错过了新消费、科技和创新，就是创新药所以权益类的涨幅比较平庸，我错误的做多了工业商品，结果现在工业品比924创了新低，还跌了不少。就是李贝他那个半夏投资持仓的那些股票，比去年启动的时候还跌了不少。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有大量的股票现在别看点位在3400点，大量的股票已经比去年那个低点还要低。又有多少散户买了这些股票呢？连李贝都买了，半夏投资的，你要买了这些股票，恐怕现在笑不起来这个李贝说所幸3月后工业品净多已经大幅减仓，所以受伤不大。也就是3月份以后，他是忍痛把他的工业品的这些股票都减仓了。说背后是我以为924之后财政政策能推动物价水平走出负值区间，但暂时还没有。这个李贝也是够高级黑的自己买错了股票，他反而说这个也就是咱们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发挥效果，就这意思本来以为这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推动物价水平就是走出通缩结果没有，所以导致他赌错了。李贝表示不太可能短期内提高自己在科技、新消费和医药研究深度和投资能力，所以依然不会用较大的仓位投资这些领域。这个人家说的对对自己不懂的领域不参与或者少量参与，对吧？虽然他是搞投资的对吧？他在这个医药、新消费、科技这块不擅长，他也看不懂，他就不投资。你不能看他涨得好你就追你不就追涨杀跌吗？会坚持自己的价值框架和风控体系，所以小微盘依然不会参与。虽然9月以来小微盘涨幅大，短期看趋势也还在，但不会参与。此外，李贝认为过去2年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你看他又扯到政策上面了那么多救市政策都没起效果，对经济影响，对吧？反正没有达到预期从政策建议到执行的比例大幅下降，持续时间短，这也成为近期投资失误的主要原因。你看看他投资失误他还是把原因归咎于咱们那个大手拯救经济，对吧？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政策出了很多都没有起效果，但是李贝相信了，以为政策会管用，就这意思他说
这也成为近期投资失误的主要原因，但仍选择继续持有低估值、高股息的建筑、央企和地产股，认为长期来看，这些标的更具安全性和回报潜力。我到这里我就对半夏投资又捏了2把汗了。这李贝居然指望着这个房地产股票还有建筑企业能够起死回生，能够再现往日的辉煌。你说他是不是又赌错了？他又相信了宣传呢，相信了旧房产旧房地产，稳住房地产，真能稳住。首先一个李贝他复盘，他这个找自己的差距，总结自己失败原因，我觉得这挺好的这个我们炒股不光是炒股，做其他事情也得经常复盘，总结失败的原因，这样是用来提高自己，也不是为了追责为了谴责自己，为了让自己后悔懊悔实际上总结过去是为了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缺陷，然后提高自己以便于后面应对未来这些不确定性。所以要勇于承认错误勇于发现错误，勇于总结错误。但是我觉得能不能改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看这李贝他就改不了了，现在他赌房地产，赌什么中国建筑、中国铁建。当然了，他这个投资思路他叫低估值、高股息。也就是那个股价比较低这估值比较低，市盈率比较低，但是分红比较多的，符合这个特征的银行股。但是银行股涨得比较多，他现在不敢进，怕给人接盘了。所以他一看一筛选，发现这个地产股里面有黄金他这个地产股他有可能，比如说选的这个绿城或者龙湖似乎感觉还可以，或者保利，毕竟还没爆雷嘛，什么滨江、实际上他这都在赌这些企业的这个财务数据恐怕就是今年或者明年它就会恶化。东吴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说中国人买中国股票靠信心支持，美国人买美国股票靠数据支持，对吧？咱们炒胡适靠的都是信心认为政策管用。你看李贝不就是吗？就是信心。他现在对房地产有信心。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这个不靠谱今天有媒体报道说，据 NBC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9日在白宫主持圆桌会议，力推共和党政策法案中的核心条款，为美国新生儿提供1000美元投资账户。根据计划细则，政府将为2025年1月至2029年1月期间出生的所有美国公民子女设立这些账户，将其称为特朗普账户。政府出资1000美元，将存入一个与整个股票市场挂钩的指数基金，由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管理。每个孩子账户起始金额为1000美元，监护人或其他私人实体可在孩子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额外捐助最多5000美元。这些资金将投资于跟踪美国股市大盘的指数基金，资金使用受到严格限制，18岁时可提取50%，25岁可全额用于创业和教育，30岁才可以自由支配全部资金。该说不说这特朗普有很多政策咱们这个都是诟病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政策非常好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抄作业对吧？老是说这个鼓励多生，对吧？刺激这个年轻人让他们生2胎、3胎，现在人家1胎都不生，不仅不生还不结婚如其喊口号不如学一学美国这个就可以抄作业这个不就是长期资金吗？稳定资金，对吧？你一旦这个成立这个账户这个账户一锁定就是18年呢，在18岁的时候你才能花一半用于教育，25岁大学毕业或者对吧，再能花另外一半可以用来创业，可以用来改善生活，租房子、买房子。每个新生儿给他一笔钱，这个钱是在资本市场锁定的。2胎那就给的多对吧？你第2胎你给他150%，3胎给他200%，给他2倍嘛，对吧？这个钱那才叫耐心资本对吧？这个钱你可以投资这个指数基金对吧？你也可以买那个高分红的银行股，你放它18年，钱是由政府出这个可以说这叫一举3得对吧？既稳定了资本市场，这么多耐心资本一锁定都是18年，对吧？又刺激了这个新生儿的出生率，又刺激消费，多好这个完全可以照抄作业外资又是看多中国股票外资建议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股票，看好其上涨潜力。外资看多中国股票，瑞银全球财富管理认为，全球投资者应继续战略性的投资中国股票，因为贸易风险已触顶，未来可能
能会有更多政策支持。其表示在基本面改善、现有及潜在政策支持以及人工智能的长期增长前景推动下，中国科技股具有进一步上涨潜力。与美国同行相比，估值仍具吸引力。瑞银对中国科技股维持有吸引力的评级，对整体中国股票维持中性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球在第7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这个研讨会上他说资本市场相比我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科技水平，在全球的影响力相比较差了2-3个数量级。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吴晓球表示有3个原因。第一，文化上的原因。中国对资本市场根深蒂固的一种歧视，文化层面的歧视，觉得你在股票上挣的钱不会有很多人认为这很正常，所以巴菲特在中国没有地位，在美国有地位，这个未必这个恐怕吴晓球教授从政府层面说的，也就是说你在股市赚了钱呢，在政府那儿你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是在社会上，在资本在这个民间，你要赚了钱够你吹的，对吧？只要你有钱，你管你是股票上赚的还是在哪儿整来的，大家都会膜拜怎么可能还有歧视呢？所以说他说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叫商人的地位低这个商人地位低，他不是从韭菜的这个视角看问题，对吧？而是从这个统治者角度看商人的地位低。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都不是主要原因那纯粹是政府他对商人，对吧，是一种打压或者是一种歧视。第二个说是制度的设计吴晓球说资本市场违法行为处罚很差很弱，不认为这个违法行为多么严重。如果骗取银行贷款，在 ATM 机里面多拿1万元，要判5到10年徒刑；搞非法募资和非法募集，搞金融诈骗500万，估计要判20年。如果要搞过亿，就要判死刑和死缓。在这个胡市这资本市场进行欺诈上市，过去的法律就是判3年缓3年，罚款一般情况下是50万，现在涨到了300万，也就是违法犯罪成本太低简直是保护罚酒3杯。这个咱们天天说所以很多人这个不法分子他就奔着这个去的，他所谓的上市他就是为了割韭菜，就是为了搞一把，败露了也顶多就罚个60万，过去不坐牢，现在还才做判3缓3什么的，因为没有对应的刑法来规定来收拾他。所以吴晓球说从法的角度来看，市场违规违法是很轻的，这也是反映了内心深处的影响，这体现在法律的设计上。对我说了，没有这个相关的法律条款来收拾它。所以在中国要发展资本市场，必须要严刑，但这是非常难的，要修改刑法，包括证券法和公司法都得修改，这是个艰难的过程。第三个他说对市场的认知是不正确的，这个市场的历史起点是融资，但是这个市场真正要发展起来，不是融资，一定要投资，一定是市场的资产有风险有收益，有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风险溢价，这个风险溢价是能得到的。他说但是在中国市场没有，因为大家认为这是个融资市场，融完资以后就结束了，不认为这个对投资者的回报是重要的，他认为融资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给实体经济服务，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实际上资本市场要为投资者服务。他说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咱们这个资本市场它设计出来不是让这些赌徒、金融消费者在这儿赚钱的，它宗旨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难，减轻银行的负担，所以这些公司对吧，拿股权来换钱，总好过这些企业跑去贷款。这个吴晓球教授说的第2点、第3点，咱们是节目里面经常说，违法犯罪成本低。第二个，你整个的这个胡市对吧，它不是让你来赚钱的，对吧？它的功能是为这些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是这么个工具，只要能解决融资就行了，维持这个工具能够正常运转。相反我记得前村长说过，它要涨高了那就很危险领导睡不着觉。所以你看胡市的走势就非常奇怪，10年如一日，对吧？就在3000点上下晃荡，掉得狠了它就救市，涨了多了它就打压，犹如牛短熊长，所以它救市的次数特别多。牛市很短所以它打压一次就够了。大家都诟病说3000点太低了，行，那我把你拉到3300点，在这儿歇着震荡，对吧？你看涨它也涨不上去，
跌吧它又拖着，就这么个事啊。这样这个工具就能正常使用，对吧？你看 IPO 就开闸了，企业又呼呼上市了，对吧？企业只要一上市，那一级市场就火了，对吧？一级市场那很多这个股权投资的就解放了，解放了完了之后，他们又去投资。如果这个工具坏了，对吧？这个一级市场没有办法通过二级市场来实现这个退出啊，那一级市场憋死了，一级市场憋死了，就没有人再去投资什么那些企业，企业又贷不了款，又没办法股权融资，恶性循环。所以你看啊，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工具啊，要让它正常运转就行了。只是说那些金融消费者还通过这个啊，拿着钱去七大姑八大姨借钱，然后贷款，然后去炒发家致富，然后就财富自由，然后就不用上班，然后天天坐在那儿，哎，炒4个小时就能发财，这怎么可能呢？对吧？没有哪个文件里这么说过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静老师啊，最近这个网上有个热搜啊，这个热搜就是燃气公司拟招北大毕业生当抄表维修工。说近日啊，有网友分享了泸州华润新炉燃气有限公司关于社会公开招聘拟录用人员的公示名单截图。截图显示，公司拟录用3名抄表维修工，一名为24岁的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一名为41岁的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另一名为39岁四川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川南人才网工作人员确认，泸州华润新炉燃气有限公司拟录用3名抄表维修工，分别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曾某某，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罗某，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王某某。这个事情啊，后面经过多方求证，它是真事啊。这个泸州那家燃气公司啊，他也回应了，燃气公司抄表员，那不就和那个浙江机场的驱鸟员，对吧？那个浙江机场的安检员，不都是一样的工作吗？这个事情早就有了，大家还记得吧？是浙大研究生毕业，在这个什么浙江哪个机场当驱鸟员呢？也是对吧？英国什么学校毕业回来的，留学回来的，在这个浙江某个机场当安检员，就拿个手持一个那个对吧仪器在你身上扫来扫去的，这个就是反映的工作难找啊。就这么个事情，胡一静老师要评论说，老胡也评几句啊，说第一，我想说这是现实的一角，既然是现实，我们大家第一个态度就应当是接受它，这不是废话吗？啊，不接受它还能怎么着？第二个说，这个现实是复杂的，难免令人唏嘘。近来多起名牌大学高学历者应聘对知识水平要求不高的非常基层岗位，引来不少关注。而这个现实折射了就业的不乐观情况，这个倒是就是反映这个就业难。当中问题之一是，随着教育的发展，高学历向下低配就业会成为趋势。换句话说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虽比过去大多了，但相对于我们人口规模和教育扩张速度仍远远不够大，提供不了足够多的优质岗位，接纳每年涌上社会的大批高学历求职者。这个胡一静老师是属于叫本末倒置啊，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优质岗位，导致很多学生被迫去上研究生，研究生完了之后去上博士，延迟毕业嘛，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优质岗位，就业竞争非常大。然后等这些人一毕业之后，岗位更少，这就形成了高学历的这些人也不好找工作，竞争更加激烈。你说那个花旗银行一下把他的 IT 部门、技术部门给砍了，少了3000多个岗位，本来这个可以接纳3000多，对吧？这个牛马985、211，这少了，你说这3000人去哪儿呢？又少3000个优质岗位啊！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适应变化。此外，最根本办法，也是最符合大众意愿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扩容，也让能创造大量就业的社会建设及时跟进。说另一个办法是减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反向促成平衡，但那是太痛苦了，大多数人很难接受那样的调整。也就是说，你不让你考研，考研加大难度控制就是供求关系嘛，对吧？这现在人才多，那就控制不让你上大学，不让你上研究生。你的大学没上了，那你对吧？你找个拧螺丝的工作，那就对了，匹配上了。你去广东蹬缝纫机，对吧？你高中毕业你不蹬缝纫机干啥？或者初中毕业技校毕业？这是胡一静老师的观点啊。他说但是那太痛苦，大多数国人
人很难接受那样的调整。然后胡锡进说啊，加快经济扩容是我们唯一实际可行的选择。最后胡锡进老师说啊，泸州这件事，其中2名应聘者年龄在40岁左右，不知道他们是失业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但是在这个年龄重新找工作通常难度很高，很多人在这个年龄失去了脱胎换骨级别的学习能力，一些招聘机构也不愿意给他们重新尝试的机会。也许可以说，泸州那家燃气公司接纳了他们，只要收入能够维持他们生活，可能比他们开网约车要稳定得多。你看看胡锡进老师话锋一转啊，又是丧事当喜事办呢，这是好事啊。最后胡锡进老师说啊，我想说中国人已经打开了眼界，我们必须整体上不断往前走，而且中国人勤奋聪明，中国政治以人为本的导向非常明确啊，政府非常努力。如果说人类社会规律在继续创造摸索中，那么中国这样的人民和国家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好的之一。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扯到这上面了，因为本来是件对吧，反映了这个就业难，最后变成一个好事，未来可期，对吧？前景一片光明。你看这最后一句话就是未来充满希望，还是老毛病啊，这还是老规矩啊，把他这个退休金啊给他砍掉2/3，有助于他对这个现在的理解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